好多老細咧成日話：喂，而家咧喺中國啲生意好難做啊，好想出外出海去投資，一定要揾正咧靠譜嘅公司去協助你如何咧了解海外市場。好似南哥咁啊，2010年南哥咧第一次去越南，對於越南市場咧各方面嘅商業啊、服務啊、旅遊啊，亦都非常之熟悉，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生意。如果大家要了解越南市場啦，記住揾翻南哥，我都可以咧俾翻個計劃書大家去了解翻當地嘅市場。近期啦，好多老細啦都會揾到我啦，包括今期有個中大嘅老細，佢自己咧做開啲五金啊、布料啊，佢咧長期有越南嘅客戶喺度，而家出緊海，準備咧立一個越南嘅辦事機構喺嗰邊。南哥咧亦都係從旁喺度協助緊，會安排好翻譯啦，同埋佢嘅業務員啦喺胡志明市同佢設立一個辦公基地。有客戶咧，佢喺胡志明咧可以直接對接，直接有單咧喺中國呢邊發過去。第二個咧就係近期咧第二團客啦，就係關於呢啲直播公司啦，喺國內可能已經遇到一定嘅瓶頸，但係喺國外玩 TikTok 咧，其實咧而家個 GMV 亦都係非常之好。佢哋考察完、了解完一個市場咧，瞬間咧就即時決定要安排團隊咧出海咧喺胡志明紮根。如果你對胡志明對越南出海咧有興趣嘅話，隨時可以揾我。我越南嘅辦公室咧而家裝修緊，好快咧搞掂晒咧，大家隨時可以過嚟越南咧揾我飲茶，了解多啲咧越南企業出海當地嘅細節。越南發展咧，記住認住南哥，保證咧所有嘢同你安排到位。